而家有請空間數據辦事處總監蔡偉文先生為我哋發表回應分享。有請蔡先生。首先，尊敬嘅孫局長、兩位議員、姚議員、霍議員、凌教授、汪博士、林總監，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Raymond Choi 啦，代表發展局嘅空間數據辦事處。咁今日好高興得到理工大學嘅邀請，JCDC 咁嚟到參與第3季理大北都未來論壇。同大家咧分享一下有關空間數據加社區嘅概念。好，咁有關北都嘅概念咧，其實喺早幾年提出啦。相信大家對我身後呢一張圖咧，完全唔會覺得陌生，亦都頭先阿 Water 都顯示過啦。咁亦都相信大家好期待北都其實會為我哋嘅產業發展啦。房屋嘅供應、民生嘅配套，提供所需嘅土地，亦都為香港日後可以建一片新天新地。喺過去嘅時間，唔同嘅部門同埋持份者，亦都利用咗好多唔同嘅空間數據，就好似不斷持續更新嘅地圖啦、規劃嘅資料、地籍資料等等，為北都作出一個最合適嘅設計。而其實喺差唔多嘅時候，特區政府亦都係推動緊Smart City 呢個智慧城市嘅發展，所以喺當時，特區政府亦都喺發展局當中啦，成立咗空間數據辦事處 Spatial Data Office， 負責去構建空間數據嘅基建，當中包括建立空間數據共享平台 CSDI， 目的係促進 Spatial Data 喺整合、互通、共享同埋推動創新應用，令到政府內部啦、不同嘅業界、學術界同埋公眾咧，更加容易去獲得呢啲所需嘅空間數據，作出不同嘅分析。有時候我哋會形容空間數據共享平台係一個超級市場，因為入邊咧其實係提供各式各樣嘅數據俾大家去選擇。而唯一唔同嘅，我哋個超級市場係免費嘅，大家可以入到去 CSDI 去 download 你哋所需嘅數據。咁到咗今年嘅3月，我哋喺 CSDI 當中咧，已經係提供超過由60多個政府部門啦，總共超過1100個空間數據集俾大家去使用。而先頭亦都提過，除咗加強數據嘅互通性，所以每一套數據集咧，其實我哋都需要符合5個標準。當中當然係包括最緊要嘅，就係一個地理位置。因為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一個建築物佢當然有一個地理位置啦，但係其實一個 event 好似今日我哋嘅 forum， 亦都有一個位置，正正就係喺理工大學當中。因為透過各類嘅數據，佢哋相關嘅地理位置，我哋先至可以將佢哋擺晒喺一張地圖上面，作出不同嘅空間分析，同埋作定最終嘅決策。咁除咗以上嘅基建之外，我哋亦都包括成立空間，我哋一個嘅 Geospatial Lab 地理空間實驗室，提升大眾啦、年青人同埋創新企業對空間數據嘅認識。亦都喺呢度順帶問一問大家，有冇邊一位朋友未參觀過我哋個實驗室呢？其實如果你未參觀呢，如果你哋係未參觀，其實可以聯絡 JCDC 啦，又或者直接同我哋 Spatial Data Office 聯絡，我哋好樂意向大家再作更深層嘅介紹。咁我都好開心啊，因為其實都仲有好多朋友未去過我哋個 lab。咁我相信我哋日後嘅工作都會係繼續好多推廣嘅活動。而喺上一年啦，其實我哋 Spatial Data Office 亦都舉辦咗一個 CSDI Awards 嘅比賽。我哋個標題亦都係同北都有關，共創北部空間，共享都會數據。其實喺當中咧，不論係高小啦、初中、高中以至公開組咧，
佢哋大家都發揮緊不同嘅創意，利用我哋空間數據去為北都打造一個更宜居嘅社區。好啦，我介紹咗 CSDI 嘅政策之後，亦都等我舉不同嘅實例，俾大家了解一下，其實我哋嘅數據可以點樣賦能，讓我哋去共創一個美好嘅將來。咁我會以4個層次去分享。第一就係創新者，第二係社區嘅組織，接住落嚟係不同嘅業界啦，最後係講政府嘅。好，大家可以睇到有2張圖片，咁可能即時都未必會諗到，咦，同空間數據有咩關係呢？有咩聯繫呢？其實呢個正正就係我哋所講嘅創新。咁大家會見到，其實原來航空嘅創科公司同埋一啲遊戲開發商，佢竟然係可以利用地政總署或者土木工程拓展署佢哋提供嘅3維數碼地圖啦，一啲激光點雲嘅數據，一啲 LiDAR data 去設計佢哋所需要嘅飛行模擬器，以及一啲街道賽車嘅遊戲。我見到在座都有地政總署啦、土木工程拓展署嘅同事，我相信你哋喺當日製作呢啲數據嘅時候，其實都冇諗到係大家可以咁樣應用。呢個正正真係我哋想推動創新嘅成果。接住落嚟，第2項就係賦能社區嘅組織。較早前啟動九龍東寫字樓啦，亦都推出咗暢行助手嘅應用程式，協助視障嘅人士提供室內以至室外嘅語音導航。呢個項目得到唔同嘅科技大獎，除咗係因為有準確嘅3維數碼地圖之外，亦都係有賴得到不同嘅持份者提供寶貴嘅意見。另外，大學亦都好多時利用我哋嘅數據去作不同嘅分析，咁就好似之前科大一樣啦，利用到3維數碼地圖設計咗一啲復康嘅儀器，協助患者重遊舊地，從而減低佢哋記憶力衰退嘅情況。第3係講緊不同嘅業界，大家會見到市建局內部嘅市區重建資訊系統，亦都大量使用到空間嘅數據，為佢哋重建嘅模式作出不同嘅分析。相類似嘅情況喺我哋不同嘅顧問公司亦都會見得到。好，去到第4個層次啦，就係賦能政府。咁呢度舉一個例啦，其實喺早幾年社區客廳試行計劃當中，喺選址當其時，其實深水埗嘅民政事務處都利用到好多不同嘅空間數據，就比如3維行人道路網，咁亦都以先頭Water 同我哋提及過15分鐘或者甚至乎10分鐘嘅步行嘅路線，去計劃一下其實喺某一個地點設定社區客廳可以究竟 reach out 到幾多 building， 當中又有幾多單位，從而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更準確嘅分析，好好善用我哋有限嘅資源。另外，亦都不得不提香港房委會當中嘅智築目啦，系統入邊其實大量利用到3維數碼地圖以及不同嘅空間數據作分析。咁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係提升我哋嘅工作效率同埋優化個設計。因為時間唔係太多，咁我諗我 skip 多一個 example。咁去到最後啦，其實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空間數據共享平台當中，喺上一年啦，我哋亦都有2個示範項目。我哋有一個示範項目推出咗，就係空間數據說故事。咁我哋利用到不同嘅空間數據，探索一下喺北都當中我哋藍綠嘅生態圈，亦都可以有一個15分鐘嘅路程，俾大家去了解到沙頭角入邊有邊類嘅旅遊熱點。而喺今年，其實我哋亦都會即將推出一個叫步行香港嘅示範項目。步行香港亦都係利用咗3維數碼地圖啦，我哋一個步行嘅 network， 咁再加上我哋有超過300幾個嘅數據庫，作出不同嘅步行嘅分析。咁當中我哋可以
穿越我哋所喜愛嘅地方。咁呢個測試版其實我哋剛剛喺尋日香港 Inno 國際創科展咧就推出咗。咁當中咧其實亦都得到大眾嘅喜愛啦，亦都好查詢。咁其實呢個項目咧喺呢度亦都要多謝香港理工大學土地及空間研究院同埋 JCDC 嘅協助，因為佢哋亦都俾咗好多意見我哋。咁我諗時間亦都差不多啦。咁我今日向大家分享嘅係咁多，多謝晒。